阿強差阿坤哥一筆巨款，足以購買1000杯奶茶咁嘅金額，法院判佢咗2年都仲未還。坤哥話：終於揾到比股票更加穩蝕唔賺嘅投資，就係將銀紙借俾朋友，收益率穩定喺-100%，被坤哥個老婆形容為反向理財。坤哥之前投資 P2P 黃咗，投資股票綠咗，投資佢 friend 阿強黑咗，客戶嗰個黑，真係一系列眼光獨到嘅多巴胺式投資。追債追到最後，坤哥開始懷疑人生。佢同阿強嘅聊天記錄，你唔講啊，真係以為係一對情侶。做緊咩啊？最近忙唔忙啊？呢排過程點啊？身體好唔好呢？佢向你借錢嘅時候，能夠精準回憶起你哋最開朗富時期嘅交情。等你叫佢還錢咯，佢嘅記憶就會出現裂痕，會問出你邊位啊？即係我是誰呢一種終極嘅哲學問題。而借到錢之後嘅阿強呢，就會進入到持續性經濟低迷氣候，預計本輪雨季將持續30-50年。還錢嘅時候又會進入量子狀態，所謂嘅過兩日呢個長度，可能係1個禮拜，亦都可能係1個月，甚至有可能直至宇宙熱值。欠錢點解係大爺？呢一個係當今社會關係學嘅一大未解之謎。答案或者就係金錢嘅重量壓彎咗債主嘅膝頭哥。你想男人跪低臣服喺你石榴姐嘅裙下，不妨問佢借錢啦喂。好多老賴欠債之後都會化身散財童子，進行財產大甩賣，表演淨身出戶。比如話將財產親情贈與，或者揮淚跳樓價處置俾親戚。佢甚至會立低遺囑，所有嘅家產歸屋企嗰隻柯基繼承。而呢一個時候，法律會遞俾你一件神器，叫做債權人撤銷權。佢嘅精髓在於唔係去揾老賴要錢啊，而係直接否定佢轉移財產嘅呢個行為本身。但係撤銷權咧有一個致命嘅弱點，係好多人都冇注意，而且兜唔開嘅關鍵，就係你必須要喺知道老賴呢一個騷操作之日喺1年之內，最遲喺佢操作完成嘅5年之內行使權利。過期不候啊！法律唔會保護躺在權利上面瞓大覺嘅人。所以好多懂法嘅老油條律師經常都會建議老賴轉移財產之後想辦法拖夠5年。呢一個 bug 堪稱無敵啊！但係最近有一個判決突破咗5年嘅隨即期間，係北京嘅案例，案號係2025京文在25號，仲要係檢察院啟動嘅抗訴。2016年買車到5年之後發現係事故車，仲可以打撤銷權退1賠3。呢一個檢院嘅抗訴案例俾到我一個好大嘅震撼。係公平正義寫喺判決書裏面嗰一刻，真係特別優美。法律嘅目的呢，唔係為咗欺負嗰啲不懂法律嘅人，而係要保護真正誠實守信嘅人。我永遠都會為從1審、2審再審堅持到抗訴嘅每一個當事人點讚。希望更多人可以睇到呢個判決。關注我，外江律師，你會幸福㗎。